今年旧历是闰6月照例这出嫁，查某囝爱穿猪脚面线长后头，甲爸母添福寿。今仔日呢，阁是母亲节，透早都有袂少人去到猪脚店排队买。猪脚好食嘛，唔好食伤济哦，因为国健署统计讲啊，咱64岁到74岁女性有买8成腰伤粗，这腰伤粗爱注意哦，因为有研究讲，咱女性的腰增加10公分，去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这风险会增加3.4%。虽然外口落大雨，也阁袂少人透早就来猪脚店门口替线咧排队，因为今年2025年农历闰6月，民间风俗流传，出嫁查某囝爱准备猪脚面线等于外头厝，互爸母添福寿。多个是母亲节，互猪脚店的生意是真好，业绩比平常时增加差不多2到3成，就差不多多了2-3成。昨天都爆满了，一直排队啊！我们猪脚来不及卤。不过猪脚是高油高热量的食物，也提醒民众爱适量来食，若无会影响健康。根据国健署的统计，台湾19岁以上女性腰肥超标率达到52.9%，尤其是64到74岁，阁是接近8成腰肥伤过粗。医师表示，腰肥反映腹内脂肪油侪少。研究显示，女性腰肥每增加10公分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提高3.4%。它还影响了胆固醇的制造，影响了三酸甘油酯的升高，所以它一定除了这个区域增厚之外，它在体内的血管也会合并着容易有阻塞的状况。医师指出，更年期女性因为雌激素下降，若活动力不够，饮食无适当，腹内脂肪油较会囤做伙。所以建议囡仔爱多关心妈妈健康，除了每日食充足的菜色水果甲蛋白质，也保持适当的运动，这样活较健康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威胁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